俗话说得好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看看努力上学的客家乡亲们。这就在苗栗公馆的学习中心里，有一群人，他们非常的努力，他们在学习的是客家谚语还有俚语。虽然平均年纪都超过了60岁，但是他们说一定要把老祖宗的智慧传承下去。苗栗公馆悠闲的乡下小镇，黑夜登场之后，读书声打破宁静。最后乾坤泰，福州日月长，万事两意听，福生孔子梦。这里是公馆学习中心，也是公馆延续客家文化的摇篮。良田万田，日色一生，台下千间，雅民百采。跟着老师一字一句大声朗读，他们希望能够牢牢记住老祖宗留下来的生活智慧。现在我们是希望说，透过这种课程，让一般人都能了解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你完全人家讲的一般的俗谚，你听不懂。大家读的课本不是艰深的古文，而是贴近传统客庄的生活经验，用轻松聊天的方式讨论过往的客庄点滴。家阿婆，一路买路，鸭子花来不是糖果。家阿婆要家。你一言我一语，天南地北的聊天，连桌上的点心也可以成为主角。给家肚脐病啦，有个花话，肚脐病，你边牙不卡走了，那也算肚脐呢。每个人都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所以老师徐焕生说，在学习中心跟这些耆老聊天，教学相长，收获满行囊。这里头有人生哲理的句子，然后再透过每一位学员不同的人生经历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一个经验，客家的诗赋话，还有一些词汇，一些风俗民情。专心做笔记，就是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也能一代传一代。像我这5年级生，这种古文我们根本就没有学过，所以我对这个古文有一种好奇心。你俩的课程哈，迄对我的客家文化哈，传承可能有多少也有帮助啦。学生平均年纪超过50岁，不过大家拿起书本保留文化，也要活到老学到老。50岁的学生念着老祖宗的智慧，在生活当中点滴体现。当朗朗读书声飘扬，夜幕里的公馆乡有着不老的感动时刻。